海關首度揭發，有人利用手提攝錄機嘅電池收藏海洛因，企圖掩人耳目。行動中檢獲大約5.5公斤重嘅海洛因，總值430萬元，並且拉咗一個23歲嘅內地女人，以及一個37歲巴基斯坦籍嘅男人。兩個人星期三凌晨搭飛機由巴基斯坦嘅伊斯坦堡抵港嘅時候，個內地女人喺機場入邊被關員發現佢形跡可疑。當佢進入目的地嗰陣時咧，佢就刻意將佢個眼神咧就望落地下度。咁我哋同事就懷疑佢會唔會係想即係話同我哋海關人員嘅眼光係即係唔好有接觸咧？咁因此咧，我哋同事咧將佢截停咗。佢哋發現個女人嘅旅行篋入邊有275塊手提攝錄機嘅電池，唔單止冇一塊有通電用嘅金屬片，電池亦都釋出膠水氣味，令到海關人員起疑。之後更加發現電池入邊藏有海洛因。佢哋都喺篋入邊揾到男士衣物以及一個巴基斯坦男人嘅登機證，知道佢係過境性質。關員於是喺機場碼頭拉咗個男人。兩個人被控以販運危險藥物罪，星期五會喺荃灣裁判法院提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